新竹北埔10年来变化真蛮大，路街变做嗰種松松野市安尼亂草草嘅樣。從細路睇北埔睇嘅彭宣陽，雖然那23歲，卻有一啲老靈魂。伊規心嘅想要尋找北埔嘅人情味，也想要本遊客體驗到路街本地嘅美食同文土。因正有安尼嘅理念，旅遊科技業嘅董事長。現屯120年歷史嘅老屋漂比開店嘅，提天完成夢想。向下嚟看啊，早期嘅故事，韓國伊嘅茶屯土。認真嘅啲來培基紅收破葉，老粗粗嘅部分削體收高，而老破葉收到一定站。蘇堤紅嘅事做調查，有限就會幾險嘅來自家鄉咯。我哋愛見嘅時節吼，我嘅心就會對北部嘅路街地圖，從我哋個行到個實際行嘅種安樣，然後同人安當有客家味嘅嗰種音樂，讓我本來有一隻當店嘅嗰種心情嘅感覺。而係彭水陽，今年才23歲，看佢閒時後生白後生，有專門考教老人家怎麼去買嘅東西。我從細吼係阿公阿婆土台，喺鄉下台啊吼，透過寫嘅時節，創下是堂到白日嘅上，冇是做起，然是堂嘅到該塔嘅上啊，我是當希望我有營業做得錯啲嘅當輩，冇是有營業做得有可能聽台呢，出去鄉下大白日、搞白日，安樣應該當好安樣嘅上，大白堂到嚟上啊吼，該計碼比起家是會做起來。唔過考白日嘅佢，他也並冇入到戲班嘅讀學，係去讀嘅演藝科。嗰隻春丫愛讀大學經驗出家，佢媽媽愛佢去同一家沈東陽聽證理工作室，呢下其實佢就開始免費嘅教費奶。因為我哋高中畢業嘅時節吼，好有想法啦，因為當到同學全部係讀大學，可是我想按聽見到伊大學。唔係辦法，因為我自己冇當上讀大學，因為而家我師弟我自家一定係改變了，而改變高。後來我是拄到一家媽媽嘅朋友係做會嘅，當時還唔係講係學會嘅人去改變嘅，只係到佢做到插寫咁樣。後來對改變嘅寫結束以後吼，我是對改變又買下而家嘅教會嘅嗰種。我自家咩先愛食茶啦，吼從細吼。所以啲嘅茶隊順行啊，跟愛公啊吼，特別是開嘅茶工廠啊，然後從細是皮到嘅茶檔香，然後茶嘅好朋友啊吼是係頭啊，所以幾兩沙搭在一起當搭，可是呢我又唔要做頭啊，所以是咧怪來嘅啊，看佢對頭有興趣冇啊，結果佢是對頭有一啲興趣，是本佢學嚟啦。從細係阿婆土太嘅彭水陽，對老師嘅東西特別有感覺。佢講佢對北埔真唔開腳，離開家鄉佢會知道連頭氣都困難。韓國北埔路街就係佢同意創作嘅靈感源頭。因為呢北埔鄉有一隻最有名嘅洋樓，按照講下先洋樓吼，佢有啲建築吼係歐洲改編嘅新呢，有啲線條係歐洲改編來嘅，然後也係自己嘅屯呢改編嘅想法來嘅東西。有啲屯呢，佢當輩有啲吊卡，像有啲會吊一啲拍菜，然後而家切下來屯呢，我是撈一啲好複雜嘅東西，那就是溜佢嘅線條咁樣。又係當校老夫嘅老東西，彭宣陽係老自家按你啲片名按到做緊，一下佢係要創作就會用也來錄名嘅。而家路上嘅東西，佢地圖一定要當到佢嘅文化。不管係英文，來係古籍，來係聖法，那全部係老文化。因為呢啲老文化呢係愛從作嘅理念，然後一定係愛做唔得調得嘅呢啲佐料吼，所以愛然後按讀好，愛要當好日本嘅當到老東西嘅梅頭，讀好日本是有一張名嘅按到做精，讀好啊是按讀好。所以咧，我是沿用呢隻名兒來做我自家嘅生命。
5年前，召集2米同年票的一间旧仓库，同农会贷款大约30万元开一间工作室，总算伫家乡富裕内有好落手嘅。虽然报税一张年挣5000元，不过头2年，佢还是爱蛤蟆改吊算盘来度日的。後1-2年左右哈，大體我係屋水打一個是做得，然後後來等後背，因為我係繞係上牙齒繞的哈，然後等我係牙齒的錢差不多做得的，我人感受。工作室無看板，作品係意思好食茶嘅朋友一撒傳一撒，韓國做木質出家難貨嘅阿 Q 挺堅實，將天天內賣出去。因為 N 做書外創作，要是到會啊。強下去合作係當新事嘅事情，有啲係 N 做唔到嘅，因為 N 冇法對消費啊，和幾度好做係消費嘅法 ，N 度好做只配合，係樣係當好嘅一件事情。為嘅有某啲東西來幫襯，做件嘅同意作品行卡站頭，受到消費者歡迎，也係多麼簡單，一張嘢有4萬人嘅穩定收入。佢心肝嘅嘅親上嘅就係愛轉去北埔老街開一間店。因為我係看到北部厲害嘅文化已經變做係從銀行來是賣東西，財報賣，冇是免息的，然後都歐米亞給賣的是走的，根本冇可能會留下來到北部那邊，欣賞北部嘅文化，欣賞北部當地嘅好東西。所以咧，我簽到一件差不多有82年嘅老屋個，然後我知道佢漂下來。我覺得這間房子的味道還蠻好的。那以在北埔這個老街上來講，它來做一個陶瓷的藝文空間，或是一個展演空間，其實都會相當的好。它需要有一個點，對。那當初我們只是這樣閒聊，他就去做了。一件有100年按叫為嘅老屋嘅主人係科技業嘅董事長，佢乃會欠到錢，是講我票價屋嘅有哪有按改呢？因為佢從細是帶到那邊，佢對北部嘅有黨有感情，然後因為佢透過是帶到遐，從細是在那邊睇嘅。佢希望吼做得主機了只店面嘅人，係只北部，冇是就係講客家人，就係講客家話嘅本地人。佢當唔希望係外地人有來住了只空間，只個係住嘅外地嘅人是冇安樣人嘅情感在那邊咧。北埔老街10年前一係當初講人過後，見到了日就人到人樣，街路上蹲定各種各樣嘅看板，寫定各種嘅客家風味小食，無就講係菜地嘅產品，改變食材動態，可能而當上嘅青春投擺北埔嘅人情味。北埔其實這幾年來變化是越來越從熱氣啊，因為北埔本來有當好嘅文化當傳統嘅客家嘅風味，但是漸就來起到越來越冇嘅。老街畢竟它是以商業為走向，它才有辦法把這個街道弄起來有人潮。但是你要真正去體驗到客家文化跟他的生活，你只有進入到民家民宅裡，要不然你是沒辦法，因為它就是一個商業模式。透過我細時節聽阿公阿婆出來北部時節，介入唔會講雜嘅人，全部知唔過到，上底下全部係知唔過。透過誒出來時談到客話，當單純嘅客話，cái龍應該會上家門，你是包嗎？去來聊，來行路啊，來錯聊啊，冇是落來食茶，安樣嘢，底下嘅北部介入唔係。就係上嘅簽證投擺北埔人對你前一兩嘅有效益。按呢合乎到董事長嘅想法，佢將通過面試票到貨嘅。因為我本身是當好了啲老東西，我對老東西會當有感情去經歷佢，唔會講撈佢多加其他嘅東西，我是會盡量幫佢恢復到佢現代嘅樣啊。因為老東西是像一隻龍人家，你是做啲夫妻佢做唔得講，自己先當調埋個東西下去，冇是硬逼佢去做埋個事情，所以佢係。因為按樣嘅理念，撈佢嘅想法好有合適到，所以講佢是好有按好放心，講不愛按樣來做。老屋嘅整理為艱難嘅，做件嘅店總算係今年1月嘅開張嘅，店後未表嘅其他人嘅作品，佢為到老屋嘅發揮靜態嘅效果，我營造出有各種風格又唔會更唔到嘅藝文空間。
它是一个比较偏向艺文的空间。那我觉得就是让来的民众可以看到更多的作品，对，不只是有左金的，还有别人的其他作者的，对，我希望说大家是接触多一点，不一定是只是看名家而已。因为了空间讲实在话，唔系单单是很矮的，因为你家几只北部乡的空间吼，唔系爱讲音的，唔系爱试音的。因为所以咧，我想希望我的朋友，莫是共同做伙的朋友，佢们有一只机会做得落来了只安阳人的风格的空间。未认真以为店面，故做佢咪真有机会，后来搭车夹球结婚时按前升级。你热到通路店是等于到你的品牌热加嘅扩散出去，所以按球左金该能系只当好嘅只通路店。而且伊个店嘅风格美图，係愛當喜歡嘅美圖，所以愛係讓愛家己表出做真嘅空間。希望家己讓嘅空間有嘛係一隻 match 嘅感覺。你也拄好愛有了只空間，落嘅東西，落嘅空間，嘛當配拄好阿 Q 嘅嗰啲樹頭嘅家己。前頭先怪佢去做飛爺嘅阿妹。味道而來嘅作為茶館茶畢業，有一點咁嘅茶米好泡茶。沒有人客食到菜地生產嘅北埔碰風茶。5年前，佢媽媽就攞做就無講嘅野茶葉，在個港島進來。我哋東外地嘅好朋友啊，來到北埔是講買唔到當好嘅自然農法嘅茶。啊，記到是嘛，頭排是東丹順啊，是真緊要是到北埔嘅茶。啊，部分飲食記得是到茶油飲來飲貴，但是茶油不見得係當好。啊，其實做梅的啦，可能性係有到茶農產量好大，可能有到怕唔係本地嘅安樣啦吼。啊，因都是香港自家有種的茶是香港來做本地嘅自然農法嘅方式。雖然從細係啲茶工狀態，有好生飲茶。不過講到做茶，范媽媽乜計就唔曉，故作而從頭學起師，堂下就係工廠，做工作嘅茶米少少會唔到，安尼人下啲路貨嘅度，見生飲茶未見開同意作品。因為安尼茶園主要係自然農法，所以佢嘅量唔係動態，冇去是那個化肥啊哈，然後係好有機的方式來耕作。所以佢量沒青苔，是做得到，你來店嘅人哈分享聽聽。地旁當紅了解人下，泡定北埔菜地手工做出來嘅碰風茶，也特別含標嘅家求自家作為木質出價硬貨，也有對台南來嘅注意，還有做件作為同意作品。人同各項東西啲都複嘅度都有其他嘅味嘅。色茶那附近那個氛圍啊。純車茶那個味道感覺不出來啊，要到鄉下那種老街的氛圍會感覺特別好。一間店的主講雖然是一個老街啦，可是我還是想找一個較點的地方哈，可以安安靜靜的跟朋友喝個茶聊天。保持本地的用嘅，迎合點前的色茶，做件希望打造出一個有本土韓國文化嘅空間，想到無共用嘅迎合。佢講本錢唔是一下就會數到進來，人講我看到10年後。做藝術的東西唔係講一下子，佢唔係像做生意樣，一下子就會看到錢入來錢出去啊。因為你是電通一種南海嘅投資咁樣嘅，冇可能講一下投資係是有辦法回收咁樣嘅。讀書咧有簡單嘅創作理念，創造出屬於有素嘅嘢茶，韓國同意空間。落幕嘅度有一道鼓，等來看來切。有限大家爭來北埔草料當地。